堪布吉祥，阿弥陀佛。我是堪布在澳大利亚 Brisbane 的学生之一，我叫罗欢。我今天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堪布，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这种突然发生的这种不好的事情非常多。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佛弟子，如果在没有圆满五加行，还没有接法修上师瑜伽，而且没有修成波阿法的情况下，如果突然死了，那么我们在平时晚上呢睡觉之前，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训练自己的一个方法？感恩堪布开示。这个问题呢特别重要啊。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修行和修法的主要的目的，应该是更多要考虑来世啊。所以巴珠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里面也经常说到，不能为了今生是来世，等于说要考虑死亡。所以在这个六祖坛经当中也说无常熏熟，所以这些禅宗的这个大师们也经常说无常熏熟，生死大事，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生死是大的事情，其他都是小的事情。当时弘忍大师和这个慧能那些这些相关的公案当中也是经常提到的，就是生死大事。那这个生死面对，而且是非常无常、非常迅速，很多时候计划呢赶不上变化的啊。你刚刚说的，活在那个人在天灾人祸太多了，现在好像加速的这个要快速的要来的感觉啊。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呢，佛经里面有一个是念无常，一年的念，念无常。因为念无常有什么功德呢？你念无常的话呢，有时候突然来到，你能放得下，明白吗？因为你放不下，就起执着嘛，起烦恼嘛，起在乎嘛，然后就整个那个时候的意识会错乱的，那个会导致了这个死亡的时候的最关键的这个意识的这种作用呢。就如果你这个迷茫错乱，尤其是执着的时候，那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相续当中有善根和善业和恶业都有的，无论如何人都有善业恶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抓住善业的，然后就是跟着这个善业能不能就是接到再好的下一个人生。可是如果你的那个时候的心情和相续错乱和执着，放不下精神的一些亲朋好友、家人、事业的时候呢，你开始有产生恐惧，不是，那这个起了贪嗔痴，那这个非常容易连接到不好的因缘。所以呢，念无常特别重要。我前天看到宗喀仁波切的一个开示，他说他开始这个针对他的佛学院，他说我们要准备佛学院好好的待下去，发展下去，但是你们作为一个领导一定要想好，有一天可能会我们没办法做好，然后就可能会这个里面就是没办法怎么说呢，就是就像塌垮的那种啊，就是倒闭的一样的。你们要想好这个街区。仁波切的说法很有理，很也有目。他说，如果你事先知道这个事情有考虑过的话，本身你要哭2个小时，可能会1个小时就可以哭完，因为你有准备嘛。如果你心里没有准备的话，本身就可以1个小时哭，这可能会你再崩溃，就变成2个小时要哭不完的。所以无常本身念无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所谓的无常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就是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其实我们现在行住坐卧甚至都是很无常，明白吗？
也要提醒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当中。嘎当巴的格西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碗是扣着，他说不确定明天能不能继续这个要喝茶吃饭，所以就有对死亡有准备的，这个是念无常。这个是就算你没有太大的特别的一个破瓦法等等的这种一个大发的这个功夫的，但是这是很实际的一个训练。再加上当然你就是要多念阿弥陀佛了。你睡觉的时候睡觉的姿态也如果能够可以的话，就像佛陀圆寂的时候那个姿态，这个是入心论里面特别有讲到。然后就是睡念三宝嘛，那特别睡念这个阿弥陀佛，当作在你的头顶上。假使你马上你脆死了，在这个当中，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直接会无意当中把你拉到极乐净土。就是这种要一个很浪漫、很乐观的一个心情和一个想象当中要睡觉啊。有时候不要说这观想，说成观想，自己搞得很紧张啊，怎么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浪漫、很乐观，一种充满希望和一个这样的光明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就睡觉了。那时时刻刻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尽量就是这个调伏之心嘛啊，这个累积质量，都是死亡的准备啊。哪怕是你念我们的半面红一去，也是就是这样，就像你这个付那个房租的贷款一样，那个买房的那个贷款一样，你就存了多少就多少，银行在算，有一天付完了，就你没有贷款的压力了，房子就是自己的啊，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呀，阿弥陀佛。